文喜，你先去见师母，说我们都来了，看会不会赏我们一点酒。是的，上师。驾，驾，驾，驾！师母，嘿，大力，你回来了。师母，今天额巴大师要回来了，请赐一点接风酒吧。这次你师父要给你传法，你快去上师身边，告诉他你回来了，快去吧。是的，师母。上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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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责备我，您可以不收礼，但是额巴大师带来的佛像金塔、金银珠宝、牛马牲畜等所有财产，都要供养给您的。他们马上就要到了，愿上师赐给他们一点接风酒吧。哼！我从印度带来不可思议的佛经中的4本经密经，从密经的经要中取出的殊胜法药回来时，连一只麻雀都没有来欢迎过。额巴他赶了几头瘦弱的畜生来，就要我一个大义师去迎接，不值得。哼！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去！遵命。师母，来，师母啊，上师生气了，他说他不值得去迎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这怎么行？虽然马尔巴他脾气不好，但额巴上师是大喇嘛，我们2个和徒弟们去迎接他们，把酒准备好，走。遵命。额巴大师您来了。上师。好。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。您倒上。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
上师大宝，这是供养给您的。上师，上师，这也是供养给您的。这是我供养您的。上师大宝，贵体安康。本来弟子本人的3业都归上师所有，但这次我家中留下了一只山羊，它是这些山羊的祖母，但因为断了一条腿又老了，所以不便赶来。此外，我把内内外外的所有财产全部供养给上师，请慈悲传授我最高深的一切灌顶和教授，特别请求赐给我耳传的密卷教授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的那些高深殊胜的灌顶和教授，总的说是金刚城中的捷径，不需等到无量劫后才成佛，而是今生便可成佛的教授。特别是耳传密卷的教授，是上师和空行曾严加密封的。所以那个木山羊虽然老了又断了腿，但是如果不把那个山羊献出来，是难以求得法药的。除此以外的教授都早已传给你了。上师啊，我把那个山羊供养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打开密封，将高深的法要传授给我了？你亲自去取来供养，那些法就可以传给你。上师啊，让我帮你去取山羊吧。不行，不行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会很快回来的。上师的话，我是一定要听的。你们代替不了我，就不要分辨了。终于到了。辛苦了，快帮帮我！快放哦，上师您好。好，真好。所谓守3位耶戒的密宗弟子，指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。一只山羊对我并没有什么用，